可以问工作的怎么样啊？你都怎么讲？会，我当然都说很好啊，然后都讲一些有趣的故事给他们听。我比较不会讲一些可怕的故事。你有读多吗？该可怕哎，是也没有到很可怕啦，但是就是比方说在树上遇到大地震啊之类的。你有读多过哦？有。那爬下来也是来不及呢，爬下来地震都停了。对啊。哇，刚哈用哎。所以那个时候在树上，那时候的树也是蛮高的，大概45公尺左右。然后我们是爬那个红块，对，红块也是做采种子的工作，怎么刚好都是采种子？对。然后那时候是我们在七兰，那一次的地震刚好震央就在宜兰，所以我们是在震央遇到大地震6级，2年前吧，6级。你读后台树的当对，我在树上，然后就那个晃的感觉，就跟平常，因为其实平常风吹树也会晃。但是那个地震的感觉就跟树风吹的感觉不太一样，很明显不一样。然后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，地震之前会有一个小小的前震，然后那个小小的前震我们还没有感觉，可是我突然看到那个整片山谷的水从山谷上面这样掉下来一层，白色的这样啪掉下来，然后我心里就想说，是突然下大雨吗？怎么突然就有一阵白色的水掉下来，而且是整片山谷一起？然后我就没有想太多，因为本身天气就不太好，我以为就是下大雨。可是后来大概过一下下之后，然后整棵树就开始这样。然后我的同事，我的学长在另外一边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学长，好像有地震哎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对。”不要怕，我们也逃不了。对，哇，我压他熊熊黑，往上那个蜘蛛人攀在9层楼高的外面，对的地震。因为你会养狗啊，你是会怕高的，我会，到现在还会吗？到现在还会，但是怕高这件事情其实可以克服。就是当你在这个高度，假设是5公尺好了，很害怕，那你就停在5公尺。就不要再继续往上了，因为我们是可以习惯高度的，所以当你觉得我好像习惯了，差不多了，那你再继续往上一点点，这样，所以其实都可以克服的。给白踢桶就学长讲不要怕，对，对，他说不要怕。那你那时候，我那时候就都不敢动，我就本来在工作嘛，然后就停下来，然后都不敢动，然后就等那个地震过了之后，